Winter 2係 BQEYC 最新推出嘅作品 ，CNC 金屬外殼，舊質感又有金屬味。相比 Winter Ultra，耳機 size 細咗少少，更加輕盈又好大，非常貼合我耳型，隔音表現滿意，至少封得實又唔會漏音啊嘛。線材用 Crystal Copper 四嚿 Lis 結構，輕身唔墜耳，線身非常柔軟，全條墨綠色又幾特別喎。採用12mm 雙腔體液晶振膜銅圈，加埋11.6mm 骨傳導單元混合設計，聲底中性偏暖，乾淨又大氣，音場寬闊，立體感好強，分析力出色，每樣樂器都分得清清楚楚，聲音細膩通透，三頻平均，高頻延伸夠遠，去得盡又唔會飄，恰到好處唔刺耳，中頻清晰亮麗，自然舒服，人聲潤澤有翻啲肉地，線條突出，口型清晰，聽起90年代嘅廣東歌，特別容易投入嗰份年華情懷啊！低頻比 Winter Ultra 更加紮實集中 ，punch 感更聚焦，下潛深，彈性好，層次分明，係一種好有質素嘅低頻。一連推出4集 BQEYC 氣象系列耳機，你最中意邊一款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啊！